黑白色啊，苦难当，留下兵啊，万岁多。成功将家，乃欢乐呀，乃你主啊，乃你和，乃你主，乃你和啊。望连碧魂，当呀塞，干地细心双菜。哎呀！老的哟，树花的爱，来无叫我有心匆匆困下来，困下来。我是啥人啊？我是对倒来？我为什么来伫咧这？哎呀！啊！天啊！归心满满。当时魔鬼就我无法度思考，我只思考，我是有头天压力啊！呀啊！想是不好来变中。
难可想，难可想，小失的地名，莫非我是难可怜啊？不到正夜，不免你下看卖啦，从为这样地要分飘上啊！你这家出来吊陪歌，马街呀，有时呀，来问个哪哟？三公要夫啊，要爱边个？三公要夫啊，要爱边个？过买到，马街啊，陈师爷，爱过年嘞，官府又来加税啊！饭阿爸，干嘛要落价？阿爸什么乱讲啊？害得店妹姑娘啊，误会我了解，没有树林房少年郎。店妹姑娘啊，小生出头，那因此是官府本上太夫离家。哎，给你手就话是那有多话是啊，你看什么年有多话去呀？哎呀！应该唔马嘿喏。
爱情那奇呀！你笑？哎，唐公啊，跟李少阳细细时节就唔见体了呀，调查声言要请唔到哦。王背上金来要安个，要安哪个？此岸八上莫结那个，莫结个。哼，此案啊，此事不能结，天官挂心多年，希望今年啊，是有好结果。阿姐呀，说50两有按到哎哦。呦，50两啊！始终是年轻多，情多，风闻天上下个下个。拜托财神照顾我，照顾我。哎呀，有了50两啊！哈哈哈。爱贵神灵不是做，是做。那你就笑嘛。再过一年年关到，一餐包来一餐我，那还应该50两，放放喜喜将年个，放放喜喜将年个。50两来50两，月亮上苍乐乐响，爱买鸡鸭一箩筐，把梦想到就会跳。哎，你家小爷来示众，其希望都是孩童，10年的面貌太不同。哎，两般情啊，乃看都嘿哎。竹篮打水一场空来，一场空。爸唔系按样讲，你看，呀，有花香。你啊，我见嘅家见形容，发挥我嘅才华，发出来计。如此讲来，是呀，你懂有才华哦。花香花的真神通，湿气消龙好面容，以给太白日高中，用把情人来圆梦。唱啦！用把情人，用把情人来圆梦啊，来圆梦。年关爱过啊，小无量啊，心中挂念50两，云流相冲
先来讲哦，我嘅五儿点么？就是我。讲我点么呀？跟马年哦，风兰神童，风兰仙童，嘿咯，哎呀，我自然就为我嘅点么。终于啦，你得啦，路一浪，一生两来皮家庄，皮家庄。哦，这确实忙到了位，好像两个西龙啊！哼，你不文解啊，有书当命主啊，我叫在啊，就翻唔出象牙。马上当命来按保障，该注意人员该年以上，爱情。成龙快射来踩东床，俩，开始用板来抓蛇龙。啊哦，大家来看啊！呀，佢其实咧，呀个分明一太饱。一个要把十五草，咁讲就系你小爷，下换歌照发黑。看挨嘅农民片。那就查天嘞。本啊面啊，快快呀些，菜呀东呀长哦那，来去两双两啊蛇啊龙啊两蛇龙哦。老法，变卖，你来看，呀你少爷按财哥嘅贵神个粗手手，日留佢讲真不下，生意看顾。你装假认真见你哦，一面数块哦。哎呀！桥下探讲，讲乜嘅西路啊？哦，我肥了死呀，因为想我嘅50两哦。嘿嘿，你啊买一铺嘞，真所谓哦，某某说说好运难
严准些阿哥，贵身黑上滚堂多，射枪为射有杀多，射儿走了也多做，唔知记呀，唉，人品是坏也是好，唔知爱呀，唉，茶帮有无好结果，咪当爱老总啊！错理不安心思，错火心思，错火。变卖，你来看。就爱该呀，谁呀来？我们好言到那，开爱呀，该买呀子，好用啊，mau拿。听人讲嘅，龙菜唔mau啦。救命啊！子啊，恩啊！讲的爱家高啦，送床啊，安那爬，真系啊，卡那阿妹咿呀苏，可系河东旁嘛，你笑多瓦斯，可系却是斑马。我爱梦马熊，可系个子攀马，是非却袜子，可系总有攀马。地家太少爷，地太平，7岁之中，已经140年，那么隐性，将有素质地太保继承家业，那有顺波者，中云56，你切家看。少爷顺哪来？可系一时气呀，早起将马村，可系少年子啊，是你看哪来？可系有年纪呀，恭喜小娃呀，他是我阿弟呀。爱莫阴婆，该放眼见真，该俺一看记住的事情啊！爱看河差唔多18。爱看最多20啦。你有我个意见？
拜恩里是三公本鬼大，爱两两50两，无法嘞。是嘞，搿多钱翁菜啊！我搿50两啊，同西郎就2头空嘞。敢讲，敢讲，应大利是何路人？我新闻未定，石头老坑。我要走多方做生意，列同丰年，人家家里放轻张。我讲名义马会通，阿爸阿妹，佢係好老人啊！嘛该啊，好容易，佢就唔係李少爺咧，我做什麼嘅少爺？唔係，係做什麼嘅阿妹？貴州咧。佢有冇聽錯？你要想下，也嘅李少爺唔見俺當年，可能係本人怪氣外向，用啲唔愛流落到嘅好路中啦。有道理哦。再講，哎呦，一把眼太窄，聽錯唔會錯。聽錯唔會錯。姐妹，我看哦，你阿爸當場係成爽，唔係 Q 版呢。我看啊，也係 Q 爽啦。我看也把嗬，最少有10年。我看佢就係李少爺。這你有乜嘅意見？太愛門內，記下今時李少爺，今年17咁無差。我好神奇，犀利呀！原來鄉台你鄉里，不過講到我離開，講到離開心地義，我把身下可無依，你講聲來就是聲，都結果。為何流浪來到家？對要安住啊，後會聽，歌得中要人可聲。因何因果，我嘛唔知呀。不得不告，也告下。爱动胸，会讲适合合爸爸，这趟唔系动事讲啊。誒，故體重遊，你講人哋做乜嘅會來到難考上？我講小可嘅客家話哦，咁多啲又行到了南考上，哎呀，天
错的李少爷啦！你写好的时间啊，不然买到好路装，果然你就李少爷啦！李少爷讲，嘿啦，你就会李太平少爷，见工人吼就带你去官府认亲。认亲，认亲后，孙家来共亲。公亲，俺是点位啦，既然俺总家对你有救命之恩，当然你爱以身相许啊！嘿啦，也该神社啊！既然就唔记得了，文错，哎，讲本给他。这好啦，李少爷，代志是安尼。一封信干，我那乱茫茫；一封相爱50两，人情太虚，水呀水是伤，有比几多看淡笑。眼看期限已到，太保少爷就做得继承佢李家嘅财产，可老话，天下脱山有性命，见走拆走，张黑吉。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。民主罢法。
原來係你夫人，該你了呀！聰明，相猜係你父的忠告。是某啊，太呀，谁呀，来相马出啊，寡母啊，苦啊，子啊，春秋土啊。太人，太少爷係愛看太嘅，愛來人聽錯，唔會偵查。春天後無面哦，原來嘅面粗粗嘅，只係牙後愛。原來就是阿母，不怪是係這裏面寫啊。李女夫人，蔡管家，請詳細看，同下可有你家太少爺。為何這人來這裏面寫的？太爺，你自家看。同下3年，待論別，來有一生將事情。弟呀，我看佢就係17啦，我看差唔多18。最多就係20啦。思念公應啥個，官應怪買多咯，故意年多官破，歲月催得人來咯，歲月催得人來咯。太人啊，佢李少爺，佢係救死一生，賺來人情嘅呀！蔡哥，冇良心啊！為到了家產，唔認李家子孫，李老爺，你的糾纏之下，死都難生冇哦！嗰50兩啊，50兩啊，個太夫嘅人家，嗰50兩就來哦。幫大元用，我就會做你家嘅新橋啊！姐妹姑娘啊，放地兩人真假？是呀，講得有理，太人敏感嘛。来看马前马。
情人来偏送剑，喊起一介哭落命。是呀，你意下如何啊？唔当显其来讲，同下，你是何人？报上名来。如今唔使家己是想，不如我就对唔使，到这个时，再来压这个剑，剑关奇变，这个讲。记啊，记就係李太少爺、李太平啊，細後的時節，不應怪到學路長啊，甲客家話啊、外堂啊，就唔會講啦。係啦，剛才講吼，既有誠意，太人啊，你要認佢壓國嘅吧，唔好來為難佢呀。太當刁民，共同之手，其人用你等胡亂指點，可笑，自水人啊！胡鬧。俺用超感來練錢，就是咩，根本就無法記啊！胡鬧，來呀，將兩條人叫出去。来炸何人？妾身李珍珠是太平的阿姊前来聘请。加出一个妹，拍出一个水。小子，你嘅人已經嫁到老家，就唔好驚人係李家嘅家務事啊！哼，我李太小姐面前，萬頓唔多你倆細細嘅講價，插在。哎呀，太平，大家老太呀！喊上太平啊，老太，可憐本年來拐賣，已經平安來追老太。而且安心來理負帶，哎呦喂，安心帶理負家太娘要太，從此愛將家娘太，從此愛將。家娘派，小子，講話冇辦法了。太少爺17歲，你可靚嘅，俺老兄有沒衝啊？上好阿爸走後，我有數掛，你好係我唯一嘅親人，我嘅老太呀！
个系马子。啊啊阿子，将我叫啊摇啊吧，讲俺唔会错啦，亲子啊让啊妹，来人啊错啦，太人啊敏感啊，佢就是你少爷。俺归来嘅阿姊讲得有理，自家嘅阿姊自然唔会认错。对呀、太平，你受苦嘞！家中天安天空空，每到眼干阳波空，中口一次浪风涌，万家一盖是你龙，万家一盖是你龙，是你龙。众人谈判，李家少爷14年，容貌有所改变，请您各执一词，即李太平、姜太李府，以庆祝相处，年后再议。太平啊！啊，我也意见推通。相逢相对，相表现，所应何心光显。归位呀我心相牵，点点观察呀改变。好看有关了，不洒洒意，相相在你家，南边挂盖，心给他。
暂时南可渡沙岸，看伊啊挂靠伫咧做吉祥，我心无困闷，三餐难度，归心相伴累累，在我恢复记忆之时，我就占大你家英雄义啊！阿是。呀半江船，我有床，有爱玻璃大眼妆，高望随思同寒凉，地有地天有福不少阿四便利，阿四伫条丝相爱了的老夫，又有事相送。今年将你留在罗府，或是有事交代。哦，阿四请讲。爱你有爱，有感情，有感情，同该干家里夫妻。太保应归你大庄，后爱上辈喜福心，上辈害你来世交。现下你已经转来李府嘞，正好为我调查此事。好，你休多利夫，小姨开始吩咐查清此事。也趁呢，你也该回房歇困。天光日，我再带你转李府。李氏老太告退。唔过，怎办？阿姊，10年不见，你就按确定爱黑你海片啊！该是此言。对鸡娘爱将你骗，几天
你莫爱护你，自从阿姊嫁来老家，不幸挂几数年，无依无话，让为老人出家年。你是老太奉心嘞。夫人，你因为安昂啦，你阿嫂唔知係真係假，咩唔知係真事呢，還係假事呢？你呀，你本人偏到立真嘞。凤桥太后，披着马黑呀海港，从那一望。全那片一朝飘爱给呀大麦后，一条蛙给蛙。来宠我，宠我！你对呀，你呀父，该劝那有啊。夫人，你嘅意思是，你明知佢係假嘅，咩咩當佢係真少呀？貴兄啊，假使今年無兩年，10年期限一到，官府宣告太平死亡，李家家山會有太保繼承，我連爭取嘅機會都冇。眼下兩年嘛，就算那黑呀家，有一呀好啊，對家那該呀，黑頭。
请到你小爷去假嘅证据，你将出来不能了贪图你家钱财嘅假小爷，到街下你就去李府唯一嘅血马嘞。两夫兄长出结果，都是再来讲妥妥，共李府谈中错，还有为血马得其少。老家家头中落，现已靠夫人的家中土儿，你留在老家守寡，唔当转去你家，到时再做行事咯。给你家嘅什么就去，生意甲强有你。神主啊，两人交战的苦难。上上我，等人就用心苦难。来此一事，李父问候。你家那多年，路途啊，走啊。
伫马沙迄家厝，先用出去张难逃。嘿，阿姊，唔是带路，俩为爱亲属。穿过河堤，正中午，正中午。推门变计，天之更，天之更。传统嘅家曲穷同用，天君唔好。猜家走，用爱枪母又枪用，意料之外啊！不由得正做爱心神体痛。路索家丁啊，来水道，听定我谈把仙道，别定你会当阴数，对联是数啊。是你好，公公，佢係神嘅少爺。冇可能，應該係受之先前來法圖，教此人將李家嘅家曲輸配新都。心口刺王，乃有。好嘞，少爷，我带你去见风谢坤。唔免，我使得到，我家己去。
头先讲，戏台后背有偏门，我又会唔知。我咩唔知？哦，其实啊，小刚出堂都后山，哦，走路不计蔬菜，风烟满处无梯阶，姑嫂老爷唔本唔见地，今日条啊，妇女回乡穷伢负债。佢太少呀，用外地咧。其实我嘅时间到了，可能几日去计会了。可能是听错迄意思。马街啊，咁讲大家已经开始相信，呀啥是真少呀？好嘞好嘞，大家没缺嘞，做下屁有演戏。我乃就家呀一离故乡，从此音信千言无。昨年几时来家我父，乃弟心腹未救，老爷就是乃呀。既是孤子，又生寡妇，唉，人人讲爱
了情妇言，客夫，敢讲真是名扬天出庭，总之是将家变故，有言讲来，哦幸福。杭州一步来错一步，最强人心嘛通寒暑。门外万人，夫人喜爱，又有事相送，也趁眼睛，孤男寡女，多有不便。事关重大，请夫人得意。你去门外，我甲门堂。呀吧。爱对夫人有情深，叮叮诉夫来奏议，虽言的乃改心。再过半年就会过年了，有上半年财富中，实在是莫头动啊！来财富中数一重，数一重。用何手同从穷事，同流死后一道归离愁。欺负那
母人言可畏，不可不慎啊！敢讲对己有忠义，此次无法做结天，两人相处有深情，望言爱面才出题。谁对地路我嫌弃，一地从好同自己。爱看见唔像坏人，只是将其当情义。你莫胡乱猜疑，生意地府命丧废。既然夫人此意，此事就交本来判。我做得本太少爷是将一败，我就做得本第是将天一败。你讲乜解？太少爷嘅事情同伊有关？嘿，10年前，系我将佢卖出去嘅。老爷张国生，少爷要渡河出世，为到少爷嘅将来，我未系不得已下。才尴尬，你呀！当然神风来照顾，太少师傅来帮扶，用定义为安如父，上天海里太糊涂。我记得此事，从我本有天一拜嘅机会，不管那个李少爷、医生、下家，我都决心将佢留下来。夫人，你既然为到了南美人，唔让你少爷失去一切嘛？陈叔讲其义正，其以后证明其虚假。你啊，我再讲，我以太保随喜呀。一世不瓦田，有才呀不瓦，但幸好看透世俗。撒网小啊兔啊，江源啊路啊，
让你离开。你咧讲啥？我听无啊！假困的人哦，是叫袂醒啦。阿兄，你细汉的时阵流落一个黄牛城歌，是阿爹发现你，将你带回三更帮。细汉流落。阿爹受用，好名李大平。随军来做李世人，劫富济贫是名声响，如今为何全无功？三义帮劫富济贫，素来性命，为免受到官府的对害，就要稳性卖命。想在半年前无说你走漏风声，哎呀！我好对山里爱命人，辛苦当上滑落山坎，小妹落山时来早探，只见山岩花枝斑斑，
你无死，我转回帮，可等几个月18回工，阿爹命我来找人，忙无落来人海帮忙啊！天地之大是可无强，多为找人是可思量。小妹，煞想起10年前南柯城的一段往事啊，也迄时，咱到南柯守护你家，埋伏扫过时来调查，日宿夜出，将府内防卫、经过、值钱的物件、个人习惯，拢调查甲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正当要下手之时，你阿兄煞雄雄来作伴，为着此事，咱予阿爹来责骂。迄时哦，我就知影阿兄你是介意着李府的二夫人，着准做是当伤失去知意，你犹原是不知不觉来到这。阿兄，实在是无话可讲啊！阿兄，你瞒袂过我哦。我知你现主时已经是恢复记忆，也毋过唐官府也毋知影你的生死。这个人嘛唔知影你的身份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咱来赶紧离开，行。小等下，既然你就已经出来到这，虽是唔过，我也不得不走啊。为遐大车轻起风波，当该爱受买袂当下。无情无义，小小风波，虽是唔甘意，我答应你，等我所能完成。咱就离开南柯，离开南柯，登家还登家还。神王夫人，我已有回复，你看，我该把已经谈起来。列个该把黑心送。家里兵器唔灵动，是才的先前，司机给你心茫茫，初次下去强原谅，你为何神不应记啊？夫人受苦，相感
万事哦，可望改情情，就算日后不能相见，立汉记里你不生。立条心也用记心，用记心。做乜解？夫人講，俺要上基爺爺，我感覺同你情有緣，我冇叫你知話。夫人啊，我身份特殊，為了保護你，你含係唔地較好。而今我既然恢復，就聽說愛酒臨酒前，你行愛講啊。南柯夜爱故乡，山水水起多大风，有时给你有阿西。原來你有阿姊，我原來沒有老太。该阿西记为名安所为娘，飞鸟，飞鸟，飞鸟喜愛嘅鬼命啊！唔是一般不講鬼命，只有知情掌外的，敢講佢，敢講佢。愛該鬼命無言的情，只有路呀同送情。凡有一界，就是佢。敢講佢喜愛是山當年該落台。老太，西汉时节，爬树跌下來，有樹長，留有傷疤，裂疤，難道伊我你甜痛，你甜痛有問題。夫人，你好吞。甜痛，甜痛，甜痛，為何有痛？夫人啊，係我頭下都做下標記圖。夫人馬槍馬語，唔是馬
将啊，我会将其握落去，同太少爷做牌。同太少爷做伴，太少爷，你唔係講10年前，你係將太少爺賣出去嗎？這係騙嘅！你此事我會不得已用做的工作，事到已經，你不用向你談判，老爺也係我下土數字。6日時候，我要殺死太少爺，對外報報結誓酒。老爺同少爺係愛子啊，全係為多保護你，保護你。此人係騙子，此人強用啊，愛出氣呀，地方在將你來去來去，佢係我13多年開老太，我已經糊塗了，你唔好再相信佢，佢分明就係你嘅功夫騙子。我係唔係不是我？唔係，兩面是秘書。早就知影你唔是一個好啦，我一透早就為你房間的毒藥換做袂藥。阿兄，咱來等啊！新店上岛，上岛出此台湾啊！无缘无故树咩波，爱爱将该求安破，你命书信将领多，山河多头自有报。本官接到密报，讲蔡管家10年前屠害你家老爷，
要杀害李家少爷，可有此事？还不速速走来！切无此事。太胆刁民，本官这都没报，当被写得清清楚楚，连意图就详详细细挖出来。你真是不斗风和行不行？传一奏，传奏。奏，将你所言详细讲来。照意图，请到花园逢讲，发现幼童骨骸了后，又将李府老爷开个娘事，上娘结果嘿。本人头是用皮送，几经打探满蛋上，唯有一人卖此风，李府管家良心丧。强天太洛也敏感，一切都因爱自作多情，我家王爷是亲亲拍拍啊，亲亲拍拍，那人不是你的对吧？为证明亲拍，聪明又不亲自强。哦。亲怕啊，咿呀吼，来年我来趁那啊，你讲。干枪马太呀苦，让我啊身啊！你呀，爱抢农庄，按功夫，按临时，哪位亲啊？好，既然你要演了出，我不讲，唔做，你来演。啊！太人啊，你也要打败红鬼的啊？你就破你一拜呀！嘿，几样啊？哪个啊？俺要树林峰少年郎的，俺通通告诉你，俺有风骨嘅，你又要向俺做了的。
好啦好啦，遵命。来啦！来去校堂上演。哼！上演结果如何啊？太娘啊，我歹势都唔见面成功啦。赶紧就过来讲啊！哦，好好好。安才哥啊！好，案情已经清楚，先将蔡管家按你退路，其他人推脱啊！山龙有报，下年年尾做得破给了10年未破嘅台湾呐！看来马年呐，听说是顺风顺水嘅一年呐！爱不服！太爷呐，你来推爱做主，第2年天还有感情界。哎呀，小姐呀，我啊，堂堂玉树临风少年郎，唔会骗鸡，也系爱，可是佢亲亲拍拍，记者才尴尬。佢呀，这款时节也爱先送佢去做太监，啥无送上。阿妹爱，佢呀，佢係個貨真價實嘅淫人啊！珍珠，按當現來，你我非愛的，此生落也照曉，告面你連每家都唔信來，竟然咁做得進來，你係呢個嘅險啊！而你係真正嘅一個你。送旧娘亲到永
二条庄稼吼，要盼你帮忙啊！你家少爷，你要看上二条啊，真是发白种菜无言。来哟来哟！今日哈还做哪出来呢？二条啊，送昨年救下嘅公子，唔系真佢嘅李少爷，不过吉林州知事留下书信同军良，讲啊，为感谢大家救命之恩，除了庄稼嘅50两以外，用你家可本1两元啊！发红包嘞！发红包！走脱嘞，家己没人做贵重了呢。你呀，是你那不配呀，你手拿要拿哟，该真是真一大。he來到眼口上，身無富裕，用我有錢派本太子家，佢多大呀？嘿真啊，寒黑呀，小奶哟。来弟啦，了解你咯，听从就会哦，财神爷来发生嘅啦。嘿哦，嘿啦，听错系财神来咧。讲到两人真神秘，某年弟弟呀，黑马上来哟。无论两人配合你，佢都系带本太家好人嘅，你就是有两人一出现，深夜嘅求爱若一个好，你家唔强平错，快年好人再有多，事事宜永永好难，哟哟的哟。马该事事宜用用好，爱无言嘅夫君啊！爱无人该死咯。有冇想过，此人非黑衣龙，义龙君猜他房。塔房采奶房啊！有冇考虑爱了解？有树临风该少年咯。因为太子家就地啦。大家也丢地，太家没地。容易。
不身体。喂，遐济遐济，真好真好，阮儿终于寄下龟甲传出来咯。哦，啊，杯中到底是食什么？阮儿一定找到大田，而且为百姓化解险案，也报答救命之恩。有缘有偌久，一定要回家过年，甲咱合家团圆咯。哈哈哈哈！如此是一好结条啊，咱来安心等因转来咯。是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阿兄，咱写微信送金钱，慢慢摄入咱的身份啊。南柯城一事会用的讲是功德圆满，也毋过小妹的心中也是有真济的猜疑哦。小妹，你是咧猜疑啥？你讲啊！你的记忆啊，是何时恢复的？你问我，我嘛唔知影。那呢，李夫人到底是你的意中人，也是你的亲儿子？你哪安尼先问我咧？多年以前，咱为着要结夫这病，就要曾经闯伫咧李府啊，有真济摆，都有听到老爷叫着夫人的鬼名，嘛捌听着夫人讲起家己的身世啊。所以你会知影夫人的鬼名甲身世，这一点啊，嘛无奇怪，敢毋是？小妹哦，你真正聪明过人啊！搁再讲啊，你是一个走江湖的人呢，啊身躯哦满满是伤，这个手后脚有一个伤痕，嘛是真正常啊。这就是人讲的，讲啥？不可不成书啊！好一个无卡不成书啊！阿兄，你看到的是母伊的卡合，我看到的却是必然的结果。啊，对，也既然大家欢喜，这就是功德圆满，是上天上会安排最自然的巧合，也何必要知影答案，又何必对君求答？